这个是我们这个基隆的那个刷烟嘛，刷烟，那那是用香龟啊，香龟就是两边，那我们是喜欢它的尾巴。哦，也不会溜，因为不会溜，伊就定定在收嘛。对，靠有烂，肌肉比较不一样。那这道菜就是会咬下去，还会碰到这个飞软。哦，那你用飞软或虾软都可以，它就会有层次。然后颜色上又很漂亮，对不对？对，它会烤 Q。那还有金高黑，金高黑哈，然后这个还有一个这个最特别的哇，咸小卷哦，其实我在这边跟观众朋友分享一下，很多人可能没有吃过这个咸小卷，也有很多人觉得穷人家才会吃这个咸小卷，真的是这样。我小时候呢，我最喜欢吃的其实就是咸小卷，很多人没有吃过，可是它的那个滋味真的非常非常的香。我很建议呢，有回到台湾的这个华人朋友呢，你如果去南北杂货店看到这个咸小卷，你真的可以买一些回去你的国家哦，它真的非常非常的不只是乡土哦，它有一个很特殊的这个风味，是别的食材没有办法替代的。对，而且用蒸的也好。或者是用煸的啊，我很爱讲煸的，用煸的，可能观众朋友听不懂，就是说用有一些少许的油哦，去煸一下它哦，不是去炸哦，然后再来配稀饭，哇，一只小小的，你就可以配一碗稀饭，对不对？对，看他也一副要流口水的样子。那好香，因为这个咸小卷，你去用煸的过程当中，它那个香气非常特别。那我们用它的海味。所以说，等下酱油不用下太多本身已经有咸度了。好，那我们赶快来看喽。我们嘉诚要跟我们介绍的这个冠军炒饭哈，到底有哪些配补啦？是，那我们里面还有其他一个食材，选用云林的那个蒜头哈，那个宜兰的葱。哇，都把我们这个南北的这个台湾农业很发达嘛哈，然后台梗9号的米啊，就是台湾是米国啦，真的。这个稻米哈，弄整个足水的嘛，那么足 Q 就好起来。那我们今天就是把南北所有的这些食材哈，宜兰的三星葱、云林的这个蒜头都很有名哦。我们把它放在呢，包罗万象，包山包海啦。那希望说就是给那个观众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层次感。是。OK， 锅子已经热了。是。首先我们做任何菜都是。锅子热了，热锅冷油，它能够造成油脂的分离，它就不会粘锅。那我们先下蛋，但你如果说要打散也可以，不打散也可以。那你不打散，但它就是有黄的，也有白的，颜色也很漂亮。你喜欢打就打。其实做菜在我的观念当中，开心最重要。看得出来啊，这个李嘉诚老师一副就是每天都很 happy 的样子啊。好，热锅下去了，放油取适量的油。好，然后呢？首先，我们就要先炒什么？炒蛋哦。那现在我们科技的时代啊，就会有科技的锅具，所以说一锅可以很多的方式，不用蛋炒又捞起来啊。你可以利用旁边去炒，甚至于可以直接跟食材借油都可以。是哦。对，那蛋先来炒喽哦。老师都讲到重点了，因为每次我如果要做炒饭呢，我一定会把这个蛋呢炒好之后先拿起来，不然等一下就老掉了，对不对？老师公看个人。那台客炒蛋，它都一定要炒到香。那你如果说扬州炒饭啊，或者是广东炒饭，它那个蛋就要炒到7、8分熟，它颜色要很漂亮。好，蛋炒起来，对不对？好，我们直接就来带蒜头。好，你看这个都可以很好运用。对不起，一个锅子可以利用到很多地方来炒。蒜头，然后咸小羹啊，这个真正是好香哦，我要流口水了。咸小羹啊，嘛那个煸煸的。你一锅可以一起来，在很多不一样的不同的点来做一个煸炒。每次来宾呢，在拿这个锅子这样煸的时候，我就在想说，难怪大部分的厨师都是男孩子哦。我都提不起来啊。没有，因为有时候是变成我们都要做这行啦，头家若请你一个师傅来，速度爱紧，若在厝就免安尼，慢慢来就好了，用翻的，这金高虾。都是把食材要切碎一点因为这些食材都蛮咸的如果太大块的话，有时候不小心你知道就哎呦好咸哦。好，
然后我们这个葱啊，一般都会后放，对不对？那我先放，因为葱它的绿它是有它的叶绿素在，因为它叶绿素是那个水溶性的，所以说我们有去带它，把它的水分炒干了。好惊讶哎，老师，我想讲会盖油呢，结果没什么油哎。好，来这个拍水，这个就是刷鱼烟啊，然后这个是红葱头，红葱头，这个要闻一下，闻一下有没有香。看老师炒菜好像在演电影啊。然后稍微，演电影就是这辈子第一次拍，就是拍那个中破塞，有没有？中破塞是不是老师去拍呀？我们有去帮忙，我们就拍了2天3天，然后出现10秒。不会，我们这个节目要让老师呢出现24分钟。我们这个节目真的是给我们华人认识一个很好的一个交流，还有情感，特别在海外的侨胞哈。所以我主持得很开心啊，尤其可以跟很多这个来宾就是现场，我是第一个受益者。然后这个饭，这时候把饭放下去。老师，我们这个饭可不可以在这边顺便请教一下老师哦？这一般来讲都是用冷饭，对不对？不用，不一定。不用啊，那这样我们煮饭的时候要不要煮不要那么黏，还是说要煮干一点？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煮饭的一些小小的一些怎么煮才好吃？一般煮饭首先煮饭要先挑米，对不对？对。那定有一个广告做电脑金头刀嘛，对吧？那现在是电脑的金米，它里面碎米就是尽量很少，这样煮出来的那个白饭会比较完整。对。对。那旧米的话，它含水量比较少，所以说你水要加多一点。那如果新米的话，原则上都1比1。那再就是挑水你就看一下挑软水还是硬水，那就看个人。厝内你大山，厝内大山边啊，山泉水上好啊。现在大概很少人住在山洞旁边吧。那这个再加来，我们加这个鱼松鱼松平常我会加肉松，因为我们今天就是海鲜类嘛，所以我们就加鱼松。那这个是我们的一点的柴鱼粉，胡椒粉。再来就是虾软，我今天用虾软。用虾软，飞软、虾软都好。哇，那颜色真的好漂亮啊！像我们平常炒饭都会放一点红萝卜丁嘛。那我们今天里面呢，几乎都没有所谓的这个蔬菜，除了刚刚的这个蒜头跟我们的葱之外哇，一看就觉得好松哦。好，最后的部分呛酱油，一般都会先来，对不对？那我这一道菜，因为海鲜很咸的，对，这个酱油是呛那个香气而已，然后就快炒，快拌，不要太多。哇，看老师在做这道炒饭真的超精彩的哦。好，完成了 ，OK。好，那我们完成了。稍微在视觉上给它有一点感觉我们就用个模子。然后这个模子是特别定做的。好，然后我们就很简单。好，然后搭配一点点的鱼松，如果可以的话，也可以点一点绿的那个我点一点小黄瓜好不好？现场我们就去菜园采小黄瓜好不好？好，我们先去采小黄瓜你看，我们这边你看，我们这边自己都有种的菜在我们旁边，你看多厉害！好，简单的做一个装饰的好不好？老师的装饰也是超厉害的，对不对？我应该没有做错功课吧，老师？你那个什么雕是很厉害的，对不对？没有。老师都太客气了，大家看一下老师的这个功夫哦。我这个是
这个是我们基本什么水果雕、冰雕都是吓死人的啊，都是冠军哦。哇，冰雕是兴趣了哦。难怪他说他从小喜欢画。然后现在已经比较不适合再雕了。观众朋友有没有觉得非常的惊艳哦？所以说国厨哦，它绝对不是浪得虚名。机会老师不忙的时候，一定要再排一个时间来跟全球的观众朋友呢分享了更精彩的这个美味料理哦。老师谢谢您，谢谢。谢谢。